15歲少年因為一場打鬥，覺得自己冇晒面，當場撂低一句狠話：等我20歲嗰陣，我毀你全家。冇人諗到5年之後，佢竟然真係將呢句說話變成現實。深夜翻牆，潛入仇人屋企，對住屋入邊3個人連番落手。但最諷刺嘅係，佢最後竟然殺錯咗人。真正嘅仇人冇死，佢卻因為自己多年嚟嘅執念，親手斷送咗自己成個人生，亦都徹底毀咗2個家庭。2015年1月19日深夜，山西省晉中市禺社縣公安局嘅指揮中心突然響起一陣急促嘅電話鈴聲，電話另一邊傳嚟一個男人帶住喊腔嘅呼叫聲：下西山村殺人啦，快啲嚟啦！我爸同我細佬都唔得啦。下西山村位置相當偏僻，公安局接到報案之後，即刻通知基城派出所，派出警員火速趕去現場。到達案發現場嘅黃家院子時，警員一眼就見到地上有2灘血跡，越係往屋入邊行，血跡就越嚟越密集。黃家嘅大媳婦慌慌張張咁迎上嚟，帶住警員入屋，一邊行一邊講：我公公家婆仲有小叔都俾人斬咗，可能係有賊半夜入屋，結果俾佢哋撞見咗。警員入屋之後，見到一張大床上面躺住一個全身都係血嘅中年男人，已經奄奄一息，情況非常危急。佢哋即刻呼叫120趕去現場。呢個傷者叫黃有光，當年45歲。警方初步調查之後得知，受傷嘅唔止黃有光一個，仲有佢嘅妻子同細仔。就喺警員趕到之前，大仔黃帆已經將母親同細佬送去醫院搶救，3個人嘅傷勢都非常嚴重。黃家一共有4間房，案發嗰晚，黃有光同妻子、細仔黃瑞，仲有幾個月大嘅孫女，一齊瞓喺比較大嘅正房入邊，而大仔黃帆2公婆就瞓喺另一間比較細嘅正房入邊。現場勘查結果顯示，疑犯係從靠外側嘅黃帆房間嗰邊翻牆進入黃家院子，但佢並冇入去黃帆嘅房間，而係直接行向裏面嗰間正房發動襲擊，目標可以話非常明確。警方初步判斷呢單案件好可能係一宗有預謀嘅報復尋仇案件。黃有光傷情穩定之後，暫時脫離咗生命危險，但細仔黃瑞就因為傷勢過重，最後不幸離世。黃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之中，而呢一切對黃有光嚟講，更加似係一場揮之不去嘅噩夢。根據佢回憶，嗰日大家食完晚飯之後，就各自返房休息。夜晚10點幾，屋入邊慢慢靜咗落嚟，去到凌晨1點半左右，正喺熟睡之中嘅黃有光隱約聽到門口有聲，佢以為係風吹開咗門，所以一開始並冇太在意。但佢啱啱翻一翻身，就見到一個黑影企喺床前面，手入邊仲攞住手機，喺屋入邊四圍照住。當時屋入邊冇開燈，黃有光誤以為係大仔黃帆起身出嚟斟水飲，於是就連續問咗幾句：係咪你想飲水啊？但嗰個黑影一直都冇回應。正當黃有光心入邊開始覺得奇怪嗰陣，對方突然猛咁撲咗上嚟，黃有光仲未嚟得切反應，膊頭就即刻傳嚟一陣劇痛，對方已經用刀刺中咗佢。黃有光瞬間完全清醒，意識到自己遭遇襲擊，想即刻起身反抗搏鬥，點知對方又喺佢膊頭同手臂位置連續刺咗幾刀，令佢徹底失去反抗能力。激烈嘅動靜驚醒咗黃有光嘅妻子，佢喺慌亂之中想大聲呼救，又想阻止對方繼續行兇，結果同樣遭到殘忍攻擊，身上被砍咗好幾刀。緊接住嗰個黑影轉向旁邊黃瑞嘅床鋪，黃瑞喺睡夢之中被刀砍醒，本能咁開始掙扎反抗。黃有光眼見兒子有危險，拖住重傷嘅身體，用盡力氣撲上去，一手抱住黑影隻腳。黃瑞亦都從床上坐起身，同父親一齊試圖制服呢個行兇者，但2個人都已經身負重傷，再加上黃有光腳下一滑，最後冇辦法捉實對方。黑影最終掙脫之後，迅速逃離現場。黃有光強撐住爬起身，打開咗屋入邊嘅燈，跟住佢拖住滿身傷痕嘅身體，舐舐 T 咁行到隔離房，用盡力氣拍門，大聲呼喊大仔黃帆。黃帆被嘈醒之後，急急忙忙開門，一出嚟就俾眼前呢一幕嚇到呆咗喺原地。屋入邊到處都係血跡，母親倒喺床邊，成身都係血，細佬黃瑞亦都已經冇晒動靜，父親黃有光滿身傷口，面色蒼白，勉強企得住，一邊企一邊喘住氣。黃帆連忙衝上前查看母親同細佬嘅情況，
發現兩個人傷勢都非常嚴重，而且已經失去意識。而父親雖然同樣傷得好重，但起碼仲勉強保持清醒。黃帆一邊安撫父親，一邊即刻撥打報警電話。隨後佢扶起母親同細佬，趕緊開車送佢哋去醫院搶救。臨走之前，佢叫父親留喺屋企等救援，因為佢擔心如果繼續等120先到，母親同細佬可能已經撐唔住。一家三口深夜俾人斬傷，現場血跡遍佈屋內屋外，好明顯兇手係有備而來。而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兇手翻牆入屋之後，直接衝去睡房，行兇手段極其兇殘，但又好快逃離現場，幾乎冇留下任何明顯痕跡。案件性質惡劣，情節殘忍，一時間成個下西山村都變到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面對呢宗突如其來嘅惡性殺人案，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全面展開調查。首先，警方調取咗案發現場附近嘅監控錄像，分析案發當時有冇可疑人物或者車輛出入條村。但經過仔細排查之後，並冇發現有外來車輛進入村入邊，基本上排除咗外地人入村犯案嘅可能。之後，警方對黃有光屋企嘅現場進行咗全面勘查。警員發現黃家院門係由入邊反鎖，門上面冇任何被撬過嘅痕跡，而喺東邊牆身上面就可以清楚見到鞋印。呢點表明疑犯係翻牆入咗院入邊。鞋印顯示對方着嘅鞋碼大約喺42至44之間。再結合黃有光描述嘅搏鬥情況，警方初步推測疑犯應該係一名身高大約170厘米左右、體格中等、力氣唔算特別大嘅年輕男子。但因為黃有光當時冇睇清楚兇手嘅樣貌，呢一點亦都令警方鎖定疑犯帶嚟咗極大困難。案發嗰陣正接近年關，有警員提出呢件事有可能係一次入屋搶劫，兇手因為偷嘢俾人發現之後先會殺人滅口。但現場勘查結果顯示，黃家並冇任何財物遺失，而且兇手入屋之後亦都冇到處翻揾嘢，而係直接衝向睡房行兇。呢點說明佢嘅動機可能根本唔係為錢。就喺警方調查陷入瓶頸嗰陣，黃有光提供咗一條重要線索。佢回憶話，疑犯喺搏鬥嘅時候曾經怒口過一句說話：你唔俾我好過，我都唔會俾你哋好過。呢句說話徹底將案件嘅偵查方向由劫財轉向咗仇殺。警方開始分析黃家成員入邊到底邊個先可能係兇手真正嘅目標。5個月大嘅孫女可以排除，剩低嘅就只有黃有光、佢嘅妻子同埋細仔黃瑞。警方走訪村民之後了解到，黃有光兩公婆喺村入邊口碑一直唔錯，平時為人老實厚道。細仔黃瑞亦都唔係一個惹是生非嘅人，喺外人眼中佢係一個相當懂事嘅年輕人。一時間大家都諗唔明黃家到底係得罪咗邊個。警方開始從黃瑞嘅社交關係入手調查。佢當年19歲，喺外地打工，有一個拍咗2年幾拖嘅女朋友，兩個人感情上確實存在矛盾。但調查結果顯示，女朋友喺案發嗰陣有明確嘅不在場證明，身邊其他人亦都冇作案嫌疑。人際關係排查冇結果之後，警方決定重新返到案發現場，再次尋找線索。好快，佢哋喺房間入邊發現咗一把斷裂嘅匕首，但由於刀刃同木柄已經分離，而且仲被血液浸泡過，所以未能成功提取到指紋或者 DNA。雖然暫時冇直接證據，但係警方推測疑犯好可能喺搏鬥過程中受咗傷。順住呢個思路，警方喺屋入邊、院子入邊同埋大門外面發現咗一串零零星星滴落狀嘅血跡。呢串血跡沿住黃家大門向右邊延伸大約10米之後，竟然拐入咗鄰居黃丁屋企嘅院子。為咗唔打草驚蛇，警方冇驚動任何人，而係悄悄封鎖咗附近幾戶村民嘅住所，準備連夜對黃丁屋企展開搜查。凌晨時分，警方靜靜咁進入黃丁屋企嘅院子，發現血跡喺佢屋企門前突然中斷咗。院入邊隻狗對住陌生人不停狂吠，但屋入邊卻遲遲冇任何動靜。直到警方用力敲門，屋入邊先終於着起燈。開門嘅人正正就係黃丁本人，佢嘅身高同埋年齡同黃有光妻子描述嘅疑犯十分相似。警方仲敏銳咁注意到黃丁手上有包紮過嘅痕跡。黃丁對此嘅解釋係，佢隻手係年前處理肉類嗰陣整傷，當時仲去咗醫院處理傷口。警方隨即派人去醫院核實情況。好快，去醫院了解情況嘅警員證實黃丁並冇講大話。但如果黃丁唔係犯罪嫌疑人，
咁點解血跡會指向佢屋企，之後又喺佢屋企院子入邊神秘消失呢？就喺警方對此感到疑惑嗰陣，另一組勘查人員發現咗另一串向北邊延伸嘅血跡。呢一串血跡穿過村入邊一座小橋，最後指向一戶平房。呢戶人家嘅屋門上邊有血跡，屋門亦都冇上鎖。警方入去之後發現院入邊、門簾上、房間地面同埋炕上全部都有血跡，但現場卻完全見唔到疑犯蹤影，只係得一位接近90歲、長期臥病在床嘅老人。老人因為生病已經冇辦法講說話。警方喺院子入邊搜查嘅時候，喺糞坑入邊發現咗一堆啱啱燒過嘅衣物殘片。警方推測呢啲殘片極有可能係疑犯用嚟銷毀作案時所穿衣物嘅證據，目的就係想逃避警方追查。疑犯之所以會選擇呢個地方，可能係因為佢熟悉呢位老人，又或者知道老人根本冇辦法揭露佢嘅行蹤。呢一點幾乎可以確定，兇手就係本村人。警方調出下西山村嘅戶籍資料，全村只有409人。案發當時留喺村入邊嘅18至35歲青壯年不足100人。再結合目擊描述同傷情特指，警方終於有咗初步篩查目標。就喺警方準備逐一排查嗰陣，距離黃家不足500米嘅村民田樹屋企卻已經亂咗陣腳。原來田樹個仔田勝喺幾日前曾經同父親講過一句說話：打攪嗰件事係我做嘅，我捅咗黃有光佢哋屋企啲人。田樹聽完之後震驚不已，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佢開始勸個仔自首。警方接到電話之後，迅速趕到田樹屋企，當場將疑犯田勝帶走調查。面對警方訊問，田勝如實交代咗成個作案經過。佢承認自己喺1月19日凌晨持刀翻牆潛入黃家，製造咗1死2傷嘅血案。呢個消息震驚咗全村，因為田勝同黃帥一樣，長年都喺外地打工。兩個人表面上並冇明顯交集，而更加令人意外嘅係，田勝坦言自己真正想殺嘅其實並唔係黃帥，而係黃帥嘅哥哥黃帆。只因為5年前兩個人曾經發生過一次衝突，田勝就從此懷恨在心。2010年秋天一個午後，15歲嘅田勝同幾個玩伴正喺村口嘅空地玩緊。冇過幾耐，黃帆同細佬黃帥一齊行咗過嚟。原來田勝以前曾經蝦過黃帥，今次黃帆就係嚟幫細佬出氣。佢點咗幾支炮仗，直接朝住田勝掟過去。兩個人好快就嘈咗起嚟，最後更加扭打埋一團。田勝好快就俾人壓制住。路過嘅村民同黃有光見狀，連忙上前將佢哋拉開。又在眾人將佢哋分開嗰陣，田勝對住黃帆怒口咗一句：你等我20歲，我殺你全家。當時大家都以為佢只係俾人打到急眼先會講出啲氣話，根本冇人真係將呢句狠話放喺心上。畢竟喺旁人眼中，呢件事不過就係一場再普通不過嘅少年打交，又邊有咁嚴重呢？但對田勝嚟講，呢件事卻變成咗刻喺心入邊嘅恥辱。返到屋企之後，佢將成件事話俾父親田樹知，本來以為可以得到安慰，點知田樹只係輕描淡寫咁講咗句唔好放喺心上。呢句說話令田勝極度失望，反而係佢母親情緒相當激動。佢覺得自己個仔受咗委屈，丈夫身為村幹部，竟然唔幫自己屋企人出頭，反而好似護住外人咁。兩公婆亦都因為呢件事吵咗一大鑊。田樹係村入邊嘅幹部，講嘢有分量，而黃帆一家喺村入邊只係普通人家，屋企環境亦都比田家差唔少。亦正正因為呢種家庭落差，令一向喺村入邊好愛面子嘅田勝更加難以接受今次呢段俾人欺負嘅經歷。呢場本身唔算嚴重嘅少年衝突，卻喺田勝心入邊越諗越唔係滋味，最後慢慢變成咗一個心結。每次返村，佢都會諗起當年嗰場打攪，心入邊嗰啖氣始終點都吞唔落。佢對黃帆嘅怨恨亦都一日一日咁加深。田勝由細到大性格比較內向，脾氣亦都唔算好，動不動就會發火。無論喺村入邊定係出到去外面打工，佢都冇乜朋友，亦都冇乜人願意理佢，所以心入邊嘅不滿根本冇人可以傾訴，佢只能夠一直逼住，越諗越嬲，越諗越偏執。呢股對黃帆嘅恨意就好似火苗一樣，越燒越旺。佢一直冇忘記當年嗰句等我20歲，我殺你全家嘅狠話。呢句說話最後變成咗佢心入邊嘅執念。2015年農曆新年前，田勝返村過年打麻雀嗰陣，佢咁啱遇到黃帆嘅細佬黃帥，
佢一下子就聯想到，既然王帥都返咗嚟，咁王凡多數都喺村入邊壓抑咗多年嘅仇恨，一下子衝上腦門。今次佢唔想再忍落去，年30晚，天色啱啱黑透，成條村都一片安靜。田勝偷偷帶上一早準備好嘅匕首，趁住夜色翻牆潛入咗黃有光屋企。佢唔知道王凡到底瞓喺邊一間房，於是就開住手機電筒摸入咗黃有光同妻子嘅房間。接落嚟就係一場毫無人性嘅屠殺。佢對住黃有光、兩公婆同王帥一輪瘋狂砍刺，唔理眼前係邊個，只要出現喺佢面前，佢就一個都唔放過。殺到紅晒眼之後，田勝逃離咗現場，一路跑到唔遠處嘅爺爺屋企，除低染滿血嘅衫，再用火燒毀，然後佯裝咩事都冇發生過咁，返咗自己屋企。嗰一晚，黃家血流成河，田勝卻以為自己完成咗所謂嘅復仇，但佢完全冇意識到，真正應該反思嘅係佢點解要將一場少年之間嘅衝突醞釀成一場再都返唔到轉頭嘅悲劇。佢一直以為嗰係一場必須報復嘅羞辱，但佢卻忘記咗當年嗰場爭執本來就係佢先挑釁在前。由佢講出你等我20歲，我殺你全家嗰一刻開始，佢其實已經俾自己嘅執念困住。5年之間，佢越諗越偏，越行越遠，直到最後徹底失控，犯下滔天大錯。其他人早已經將當年嗰場爭執拋諸腦後，但係卻親手將仇恨磨成一把刀刃，將自己同無辜嘅人一齊推入深淵。佢本來以為自己係復仇，結果卻殺錯咗人，令本來唔相干嘅王帥白白失去性命，而佢自己亦都因為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呢場遲到咗5年嘅算賬，冇令佢揾翻所謂嘅尊嚴，只係換嚟一場徹底嘅毀滅。呢單案件最令人唏噓嘅地方，係一個人心入邊嘅執念，原來可以可怕到呢個地步。一場早就應該翻篇嘅衝突，被佢一次又一次放大，又固執咁記喺心入邊，最後變成咗一場再都冇辦法收場嘅悲劇。田勝用盡5年時間去準備所謂嘅報復，但佢從來冇諗過，真正應該面對嘅，其實係佢自己狹隘又偏執嘅內心。呢唔係復仇，而係自毀。而喺呢場悲劇入邊，根本冇任何贏家，只有2個永遠失去安寧嘅家庭。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我係 Leo 啊，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下次見。